西序。我是为公办公，这首诗歌是基隆的信念的化身。各位大家平安。这是咱咧地方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那么咱先安静咱的心，咱安静1分钟。那伫这个1分钟的当中，咱请咱用手机来设定做无声，感谢。
这是咱洪主要所指导的名，举行今仔日的礼拜，请照办。因为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着家己信来诚信，因为我是信。恁也毋通用伫地上得地的物来拍拉散家己。这是咱三甲做伙来认识圣诗51首，圣诗51首，现在，咱做一个应该是。我是上帝，在你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心量，咱主，你信上来，你在这路来来实行，因为你要到你来属后，愿是的信爱中永无，第三日第三中国外，今天大家就在这上帝话语。我是信心，信不同道为，信同相通，这个下面有内多了，因万完名。请坐。咱这时三甲来交托配音文，今仔所要交托的配音文是诗篇127篇甲128篇，配音文26篇。
咱三甲做伙来交付。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伊若敬畏耶和华，行对伊的路下，你要食你的手摇滑所得到的，你的某伫你的厝内的房内，你的囝儿微微伫你的桌。看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圣洁、尊贵、荣耀的上帝。阮正堂的姊妹，今日实在要用谦卑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学乐敬拜你。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就你的囝儿女，互阮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甲救赎。阮而且嘛要恳求主你圣神一时降临伫阮的当中，来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透过牧师的讲道的信息，互阮来明白主你的心意。因为你的话是阮的贵力甲帮助，阁是互阮行人生道路的倚靠。同时，阮嘛要恳求天父上帝来赦免阮常常无意中所犯的罪，亏欠上帝的荣耀。阮要而且搁再一摆来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是家顶所留的宝血来洗清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有正直的灵，通伫主的内面诚侪新造的人，保守阮无搁互世间侪侪有限的事来影响阮来犯罪。恩典的天父上帝，阮要来为着阮南口教会下半年度福音的时间来祈祷。首先是阮暑假儿童的夏令营，求主来带领，互小朋友会当伫活动的当中经历上帝的疼、上帝的慈爱。第二，阮温度的训练也要进行第二期，恳求天父上帝，你来掌权，你来亲自来培养更较多会当宣教的温度。第三，求主来带领阮幼儿园，会当伫未来要掠基督做阮教学宗旨的内容来进步来迈进。嘛，恳求主你来兴起祝福阮的成年的时间，以及愿意委身伫即个时间的艰难。第五，阮也有侪侪的时间在推动，特别是幸福小组以及圣诞节的一连串的福音的时间，阮拢在滚滚在进行当中。恳求天父上帝，你一直来顾守，互阮无掠家己的聪明甲智慧，要挖靠上主的大光明，求主来点导天王南口教会。想赐我命的天父上帝，阮要为着阮的肢体有艰苦、悲痛、心神忧闷、不足、歹困、好担当的事来祈祷。求主甲因三角地，想赐因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互因会当得到医治甲安慰，早一日恢复超常的身体。信息的天父上帝，你无比的疼，互阮确信阮有永生的盼望。
阮愿意立志，一世人跟过主，服侍主，做主的好管家，通伫阮的生活当中，常常高举上帝的名来做见证，传福音，带人来信主，延光上主的圣名。阮以上的祈祷无消长，阮即时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的意念的，愿意的是，越有法，越心意强，越心意坚定。阮是心来老阮，下面的万福，主爱下面的万人，我以台湾为基地，有万人快快看。英国关于员工工时收入大概都是就是咱三甲做伙来看，今仔日牧师所要引用的圣经的经节，记载伫利未记第8章第1节到第9节，咱三甲做伙来看，我来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将阿伦甲伊的囝，以及衣服、挂顶的油，甲上做势的一只牛犅、2只牛犅、1片无甲饼带来。佮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照耶和华所命的旨意来行，对安尼会众就驻守伫会幕门口。摩西甲会众讲：这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着行的事。摩西带阿伦甲伊的囝来，用水甲因洗。甲伊穿内衫、下褂、穿外套、搭衣服碟，用伊拆白工所织衣服碟的带，甲伊下用安尼来绑伊伫伊的身躯，佮甲伊吊布裤，用乌链甲土链以及布褂内用无。伫伊的头壳，伫无头前的顶面吊金牌，就是线的链流，拢是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第二位的圣经的经节是记载伫哥罗西书第3章20到24节。做奴仆的，恁着凡事顺探遐个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毋是用迄号伫人的目睭前的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着用诚实心敬畏主。既然恁所做，着出于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在恁要对主得到承接业的报酬，恁是服侍主而读。第三位的圣经的经节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6节。无伫干那伫目睭前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愿记得上帝的话，行做咱的帮助。即时圣歌队要用我伫遮找我来带咱做伙来讨论敬拜。
个牧师来，伊咧今仔日要用国赛荣耀的上帝来跟着咱。感谢主的平安。我想做一咱有机会来到附近来敬拜上帝，嘛领受上帝的，这就真实的歌声。是国赛荣耀的主，对社会一般的标准，那新公司想要聘请员工，通常是爱看伊的学业。以及过去的工作的经验，在座可能有头家也是主管吼。那出名的大公司，也是讲想要聘请职位那悬申请的资格的要求，那严格。比如讲在面试。有真济职位申请，比如讲专案的工程师，内底的要求是安尼讲的：专案的工程师负责现场监督工会的运作、现场的人手的调派，以及相关的业务的处理。第二项工作是业务的助理。伊的要求是需要协助事业相关的事务，需要具备外语的能力，以及工作的态度需要积极甲主动，完成主管交办的代志。第三项工作是电脑公司想要聘请高级的工程师，伊的要求是安尼写。负责产品的设计、完成交办的代志，以及有提案的能力。最后一项就是有这个美商的公司，伊想要聘请总裁的助理，伊的要求是要精通中文跟英文，所以你的中文很好，但是你不要讲英文是袂使的。而且爱代表公司的形象，需要去接待全世界的贵宾等等。以上是无共工作，拢有无共的要求，这是社会内底真自然的代志。接触世间人上班的要求，拢很严格。来当想看卖。人若要服侍迄位至关、至上、至人工、甲圣洁的上帝，上帝到底有啥款的要求？第二期的中间有记载祭司受职典礼的定数，以及一寡相关的约例。伫旧约的时代，祭司的责任。是伫宗教的活动中间负责主持献祭的礼典，伊伫献祭内底，伊代表百姓伫上帝面前来献祭。不过，独利未人的支派的人，才有机会来做祭司，因为除了祭司以外，其他的人伫旧约的时代，拢唔通执行宗教上的事务。祭司的制度是要大声表达基督的身份，以及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来到新约，上帝的囝耶稣诚做咱的大祭司，伊本身嘛诚做献祭的祭司，因为基督一摆的献祭，带来永远的效果。何竟若相信基督的人，无阁需要献动物做祭物，祭司的身份嘛无阁限制伫利未人的成就。透过基督普遍
临到所有所得伊的百姓，包括你甲我。所以彼得前书有记载，恁是受拣选的族类，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这代表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搁需要伫基督以外的对象，甲上帝结人会当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伊，来敬拜。不过，上帝既然是圣洁，既然来到伊的面前的人，基本的要求就是圣洁。所以圣经有记载，我是恁的上帝，所以恁要分别做圣，因为我是圣，恁唔通互家己无清气。家己信。今仔日咱有机会查做祭司，是上帝的恩典。虽然咱无搁需要经过一大堆烧制的礼典，总是旧约这个礼仪的背后的意义，却悠远无改变。因为这是侍奉上帝的人会当食做圣洁唯一的方法。第二日记载，祭司烧制的时，爱大声献上赎罪祭。祭司需要大声为家己的罪来献赎罪祭，然后伊才当替百姓来献祭。我所读的记载，伫阿伦甲伊的囝受立的迄天，因爱献一只公牛犅来赎罪，然后经过这个礼拜承接圣洁的日子，到第8日，搁献一摆赎罪祭。每一摆拢照时间去做。赎罪祭的要求是显明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伊必须是一个互主所洗净去的。伫洁净的礼仪的过程当中，内底有真侪的要求，代表食做圣洁、分别做圣，是严肃的，嘛是无简单的。今仔日，咱拢领受祭司的这份，你甲我拢共款。咱是祭司的身份的信徒，咱无搁需要行这个复杂的礼。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咱完成这个一切。咱想看卖，耶稣生在老巢，被人出卖，被羞辱、受凌辱，到后定死于十字架。这就是献祭的过程中间，献祭的意义。所以，照你来讲，其他的只要用信心，才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唔免怀疑的代志。不过，侍奉荣耀的上帝的大心，咱就要了解，这不是一件凊彩好的代志，乃是一件真庄严、真严肃的代志。因为耶稣基督替咱付出极大的代价，罪得到赦免是侍奉者的关键。得到主的赦免，是人侍奉上帝的资格。只有得到赦免的人，才会当有权去服侍荣耀的主。所以伫上帝眼中，一个无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一个根本无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伊根本就无资格来到上帝面前来服侍。
这是圣经真清楚所讲。不过有时阵会见到一寡真热心的人参与伫教会的事工，甚至世界大型的这个活动的中间，会请迄个无信仰的人来表演，甚至表演的是基督教的人，可能唱到比生活过更较好。毋过咱会当想看卖，这人所做的，会当算讲是服侍上帝也无。人为会用的人的才调，迄个能力，得到上帝的接纳。上帝接纳人是用的人信靠伊，然后得到基督洗清去的恩典。这是一个真关键、重要的关键。人侍奉基督的名所做的一切，许某可能是我替一个弟兄倒一杯凉水，小小的动作，嘛一定得到上帝的记念。这就是侍奉上帝的前提，那不是一切拢是空空。莫想讲，要用我的服侍会得到上帝的心的欢喜。我得到上帝的心的欢喜，是因为我承认我的罪，然后领受上帝下注的恩典。得到恩典以后，我想要去服侍主。所以主的下面是咱所有的人侍奉的动力甲困难。服侍毋是干靠家己的努力去完成，去一寡的任务，咱确实需要甲上帝之间的结合，然后受上帝的委派去满足一寡的需要。咱就知影，家己确实是一个互上帝所接纳的人。才来侍奉这个义，所以咱爱常常提醒家己，侍奉上帝，本来是咱未堪得到的恩典。若是有这款的心情，所侍奉的环境，不管是顺境还是歹的，拢会当互咱配合继续侍奉落去。阮知影有一寡的基督徒的侍奉是出自好心，因为看见有需要就来帮忙；有一寡的基督徒的侍奉是出自同情，因为看见同工真辛苦；有的基督徒的侍奉出自好胜的好玩的，所以我这个事情没有做过，去看卖。有的基督徒的侍奉是出自伊家己的成就极高，因为成果袂歹；有的基督徒的侍奉是出自行，因为惊讲无侍奉，上帝就无欢喜。以上所讲的都无误对，无论是倒一种理由甲动机，这侍奉的基础若是建立伫空空的文字的顶面。是一定袂有法度负担。侍奉必须是建立伫人家己甲上帝之间有一个真清楚的关系，我一定得到耶稣基督的教。这款的基础，然后搁侍奉落去。信不但甲做对信。信仰，嘛甲世俗是对的，所以讲，毋是信仰，毋是干那口头上，我得到主会说信去，信，嘛代表咱全人、全心、全意，拢过应上帝的意思。阿伦甲伊的囝，伫召集所需要献。第二个献祭是消化祭，
以色列的规定，以色列人逐天拢献祭2摆，逐日伫正盘奉献2只一岁的羊羔，早起时献1只，黄昏的时搁献1只。上帝讲：你世世代代要照时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给上帝。我要伫遐甲恁上会，甲你讲话。烧化祭燔祭的祭司的规定是1岁的羊仔，爱用无下数的祭司来献给耶和华的面前，这就是侍奉的规定。伫献祭的时，献祭的祭司一定爱完全烧去，烧了了，表示完全无保留的意思的服务。也就是个耶稣完成救赎的恩典了后，献祭的礼仪已经无搁伫教会的中间举行，总是献祭属灵的意义会搁较真切。所以顶礼拜伫遮有讲到保罗先生甲罗马人的当时甲有名兄弟姊妹讲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恳求恁就将家己的身躯献给上帝最活活的祭，是圣洁的，圣洁的是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现在的教会。咱要做的，毋是献动物，毋是献牛、献羊，是献上帝。所献的这祭司，毋是开始了后，摕到祭坛的面前，乃是逐人活跳跳的来到十字架的头前。这是大家家己甲上帝之间的约甲关系，将身躯献上家己，就是将家己当作献祭的礼仪。安尼，咱早就知影家己目前的状况，到底是真的献祭，还是手看别人？到底我的教会生活是真的委身，还是在那里参与呢？这两项的中间，除了上帝以外，无人会当跨过。不可。迈阿密足球队的前教练 Howard Schillinger， 伊讲了譬如直接讲到这个话题，伊讲。我们在吃那个火腿炒蛋的时候，你怎样？把那么一大锅下面一个下蛋的那个母鸡，就是参与；火腿的猪就是本身。安尼，我生起来的别人提出来，红黑红绿，安尼是参与。迄只甜甘愿去死，然后变做火腿，这个就是违心的精神。但是，违心不是干那奉献一项两项，违心是立体的，包括咱的意志、感情、意向、意志。在这些承接性的这份的过程中间，摩西将羊的血抹伫阿伦甲伊的囝的右耳垂、右大拇指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面。新学家有3项的解释：第一，将血抹在耳垂上面，代表伊爱注意听上帝；将血抹在手指、拇指上面，
代表爱最上的根，将会抹在脚趾头的上面，是代表爱行上帝的，代表规个人拢属于上帝的。咱规个人拢属于上帝，上帝拥有咱人生每一个部分的所有权。上帝所期待的，毋是咱奉献就淡薄仔金钱，也是一点仔时间，一束仔物件。咱是期待咱奉献家己本身。上帝所爱的，毋是咱的倒一个部分。上帝所期待的，是咱所有的部分，拢愿意献伫主的面前。所以唯心毋是干那10%的宗教活动，也是读一段圣经安尼。唯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将上帝看作第一要紧，用上帝的计划来计划我的人生，用上帝的眼光来查出咱人生的眼光，生命献给上帝，为上帝来活。所以有一寡人第二就讲，无要献身的这种的观念，是咱这个年代真严重的问题。所以专家有讲。这个世代的人实在是受过头，看重个人的权以及个人的自由。毋过，伊提起讲，受过头看重家己，就会可能忽略上帝正是创造的主以及掌权的。古早人真手活工作，好歹好，做起。就是死人，现在的人就是对，古早人真少伫换迄个厝内面的计石头啊，一项物件一用就几十年啊。现代的家庭亚细就换新，看的习惯就丢掉了。这个是时代的问题，无欢喜就换新的。有一个人，伊本来伫家己的舞会、家己的教会的时真热心，不过有个人伫办事了后，也是青年去到别个所在去读册了后，伊就发现讲，伊无去教会啊。伊甲伊问，伊回答讲，原因是我搬到迄个新的所在，迄个所在迄个教会我无习惯，迄个教会甲我学校距离上远啊，也是讲去到教会，细景又好，嘛是大景又好，毋捌人啊。即款的理由，咱已经听真济，所以。到底迄个人本来伫教会内底真热心，到底是侍奉上帝，还是只不过是环境的违心？到底这款的情形，迄个人是活着，还是没办法？侍奉毋是用感觉，那是用一种坚强的决志。感觉是起起落落，总是对上帝的归心，应该勉强就好，迄个决心就好，伫上帝面前求上帝帮助，会当徛在基督的内。照着命令去做，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代志。你若去到饭店，lunch bar， 你去甲饭店迄个服务员说，我要一杯 Jack Daniels on rocks。5分钟之后，这个服务员拿一杯可乐放在你桌子上，你当接受？
你若是去爱市去点那个牛排，几千块的，你点5分熟，5分钟之后，他拿一包新东叉的牛肉干在里做。那你刚刚安是 OK 的，没问题。真资源正常诶，你安乐。圣经中间要求性，毋是干伫身份上的变化。上帝要求的变是性，是伫实践上的要求。咱头几日所提个宝贝，一定叫做洗身体，洗身体。既然已经亲嘴先证明的，咱就爱互相勉励，爱继续保持这个圣洁的身份甲态度，包括伫生活中间侍奉的经历，拢照上帝的命令甲规范去行。咱是受竞选的族类，是皇家的祭司，皇家的祭司。圣洁的角度，上帝的子民要互咱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即位上帝有调咱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的上帝。也是即个虽然咱有资格，咱做祭司是出自上帝竞选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互咱得到上帝接纳，不过。这个身份本身无代表咱有权去决定用家己的方法去做。侍奉上帝毋是凊彩的好，毋通照人的方法，也是照人的感觉。毋是讲我来加减做，加减参加，加减出席，加减行行。上帝看重的侍奉者的态度。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去做。NRSV 的翻译是 Moses said to the congregation, "This word the Lord has commanded to be done." 照着命令去做。伫阿伦甲伊的囝规个烧节的典礼的中间。圣经强调每一项细节，拢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做。尤其是上帝吩咐阿伦甲伊的囝，7日久留伫坟墓的入口，日日拢伫遐遵守上主的命令。后一句讲，恁才免死。7天留伫圣所是命令，等待圣洁圣洁的日子满足了后，嘛是命令。显明这是真严格的要求。到第10周，阿伦的囝拿答、阿比号，伊摕因家己的香炉，伫上帝面前献8号的火，毋是上主命令因的，结果啥咯？后一周呢，就有火对耶和华的面前发出，来受因就死伫耶和华面前。旧约真严格、真恐怖的，因为人看见上帝互伊献的节。这个故事是记载，伊会用家己意思乌白献8号的火。上帝就用火焰甲伊烧掉，也是这个。圣经记载，上帝无快生气，不过上帝是真严格。可能有真侪人感觉真焦急，就是有当时啊，上帝表现出是真宽容的，宽容到感觉无要紧。无要紧，毋免遐个紧张。比如讲，伫旧约圣经大别食起个圣所的中间分别做成的饼，连耶稣也强调即款的饼只有祭司才会通食，其他人都袂使食的。不过大别食了后，就无代志。第四，
今天两项拢有讲不过，我伫那时候会讲到，我准备的是上帝较严的迄面，搁较济。比如讲，上帝拍死70个别墅别的人，因为伊安怎偷看约柜的内容。另外一项大家拢足熟的乌撒，一直都就是好心乌撒顺手去扶上帝的约柜，圣经里的新的大意翻译，因为伊的系统上主改判，伊就死于亚华的约柜边。甚至来到新约，耶稣有讲过论述严厉的话，伊讲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人若因为我的话感觉见笑，人子伫伊的地甲阴间中，伊就身体在来临的时，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上帝真严，上帝嘛真宽容，标准伫倒位？我相信上帝是看重，毋是外表的形式，关键是人内心别人看袂到的部分，就是人的态度。圣经记载讲，耶和华是监察人心、察验人的心思，嘛照逐个人的所做报应。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也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最伟大的画家，还有雕刻家。一首出名的作品就是1509年李斯森恰普所画的那个《创世纪》，可能在座有没有看过？这个画是画在天花板上面的。所以，在画画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躺平在屋顶上。到了有人研究他是这样画的，所以网络有很多的研究。一般来说，他是这样躺着画，一直躺着这样画，因为长期以来这样手一直举起来，还有在长时间在上面移动。他自己说，他画那个狮身恰布士林的时候。画了几年以后，他感觉整个人都变了。这个画如果按照时间，大概画了4年。有人问他，来到这个Sistine Chapel参观的人都从底下往上看，那么距离是有多高的知道吗？62公尺。这是2072.64厘米，那大家想象一下，人就等于猛讲，他的管人家看不出来那个瑕疵，或者是不用那么仔细啦，那么高看不清楚啦。内底的意思是什么？是五边他的眼睛的那个啦。不过米开朗基罗回答他说什么？他说我自己。知影伊是好来，亲爱的姊妹，侍奉上帝态度嘛，应该是共款关键，毋是别人甲我的评价，乃是我有献上上好的互上帝了。今仔日，咱无啥物条文甲规定。无啥个条文要求教会几点归文，教会要设立偌济小组个团体，总是上帝在意的是内底的人的心，内底的人属乎伊的态度。上帝所看重的是啥物款人？我相信上帝看重的。是有人愿意照伊的方法较完整去行的。虽然伫做代志过程中间，有时
用上帝方法听起来是误的人的做法，也是安尼简单的人，也毋免祈祷，毋免追求上帝，因为咱一做代志，不过，咱是毋是会当互相勉励，回到原点，凡事追求上帝，凡事甘愿做一个好的人。上帝对咱的要求是顺服伊，应当应的。当摩西、亚伦伊个伊个囝，照这个要求去完成这个烧祭典礼了后，圣经记载摩西进入会幕，搁出来甲百姓祝福，后出的讲。耶和华的眼光就会显现互众百姓看见，上帝眼光互众人拢会当用目睭看见，这毋是一个人会当完成，是众人同心合意，用上好的态度来侍奉上帝。行伫合一的顶面，上帝眼光才有可能显现。当咱活出真正的祭司的款式，就是咱会当活出得到上帝的赦免，甘愿去委身，欢喜满满，照上帝的方法。去侍奉上帝的名，就得到好。咱的生活，咱的平常的生活中间，就真自然发出欢乐的声音。但你心内想要归平是负面的，拢愈来愈少。焦点是对的人生的方向。求上帝帮咱，互咱互相来勉励，每一个人会当准备好，甲做伙斗阵去服侍耶和华主。每一个人所负责的部分拢无同，不过咱的心一定爱改，一定爱用上帝救赎咱的恩典，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帐幕，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奉献。特别上帝对你来引领，互阮会当搁一摆领受做迄个下辈的恩典，求你圣灵的本性临到阮的中间，阮领受圣灵简单讲意义甲意向，求你来帮助。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继续用伊的身份、用伊的温顺、甲才调伫教会以及伫世界每一个角落来服侍，来荣光上帝的名。阮期待看见上帝的荣光显现，有众人的眼看。阮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三角做伙来吟诗，圣诗364首，圣诗364首，创诗成功来做安慰，咱三句来吟唱。我
请起立。这是我来报告，咱天开周告。东港服侍部分，咱请大家来看，聚会的人数甲动员资料，请大家来看。咱来看下面本会消息。下主日7月7日是连续礼拜，只有一场的礼拜，9点半开始。礼拜当中要举行第一届温度训练的毕业典礼，请行者注意。专讲台华语、查经、甲主日学拢总正确。第二届温度训练嘛，将于7月份第一周开始，分做3班来进行。拜五延晚，拜六会早，拜六延晚，拢总有40人参加。咱请行者共同来关心大道。
第三，会组织下午1点到9点中集会，请相关的同工有热心来参加。第四，这是咱华语的先人主日学，那么即马的进度是要来查考长孙的一生这内底有真精彩长春咱知影讲，咱知影以前有几大种，刚刚讲无对。长春是真有几大种那么伊的太太叫什么名？对，没错。因为长春有几大所以因某本来只有6，所以叫做大力拉白金。安尼咱会当有较有记忆力啦第五，台北中会伫7月19拜六上午9点到12点要举行全社会防卫韧性讲座，地点伫放大教会4楼。那么活动的费用每一个人100块。那么甲今仔日来截止，要去参与这个讲座的，那么请干事来报名。咱们会叫做全社会防卫韧性，知影了手？知影啥物会叫做全社会防卫韧性？拢毋知吼？拢毋知，拢爱去参加，拢爱去干事报名，安尼好不好？好，咱听过。第六。本会附设的协会，定伫7月22到26要举行品格夏令营，那么就针对咱的厝内的国小的学生来参加鼓励因来参加啦第七，全教会培灵会要伫8月17联合礼拜当中来举行，那么咱即届有邀请叶启祥牧师来做咱的讲员特别中集会关于对9月份开始，咱下面咧停车的部分有做一寡调整那么车道的所在袂使停咱请有驶车的弟兄们，咱小弟第九，咱中去准备甲伊的太太，那么平安来生出伊的后生母子均安第十，中去张泽伟弟兄甲黄明轩姐妹，那么赶快查某囝那么真感谢母女平安再来咱11，中去蔡正义弟兄甲黄琼瑶姐妹，伫10月26，伊的囝有生囝所以即马先陪做阿公，再陪做阿嬷那么赶快母子均安好，再来12，挂菜镇小组一半年度要建设分值分设3组 A、B、C 3组这个聚会时间 A 到 B 是拜五天8点到10点聚会，那么C 组要伫拜六的下晡1点到3点来聚会咱有看见第9、第10、11、12，这拢秘书了，所谓的生产这就是秘书拢先散咱包括人先散。咱的小组先散，所以9、10、11、12都是再生产。咱为了咱教会，传福音，咱生囝，咱讲生囝，家己来传所以鼓励做少年认真来生后来关怀台岛部分第1点预言之外。因为这个台南花莲来办理那么即马在追踪啦就看伊的迄个台南花莲的状况安怎将来可能会切除啦，有
可能会切除啦吼，咱大道吼就是这件代志来吼。第二，伫厝里疗养的兄弟有林德修、曾文哲、杨玉珠、郑明霞、林怡敏珠、徐建林为这几位弟兄姐妹有因来大道伫厝里咧疗养过年有玉元节、卢景璇、马来金、王文闪弟兄的妈妈有因来大道请为教会一大精心来大道甲奉献，以上。下面奉献的报告，咱请家己来看有这个问题，咱请过节来解决。咱是请牧师来补充。感谢大平安，来介绍第一代来到咱中间的有姊妹伊是这个安雨辰兄弟雨辰，请互咱熟悉一下，是啥人？雨辰兄弟伊的这个女朋友，未订婚进行叫女朋友，订婚了就叫未婚妻，过来结婚就是妻子来，欢迎一下这个新会新会今晚伊是带来咱的聊天这女生的，如果交女朋友，两家讲刚才是我们选欢迎欢迎这个准新和新人上帝听来宾，咱做伙来成长，好，请坐，请坐。好来，我说都是补充的，后礼拜是咱礼拜时间要来第一届当第一届咱就知影讲以前无办过即摆才开始一年的时间咱教会用一年的时间透过较有系统咱做一寡温度的训练，用一年的时间，一年差不多才会学完，为拜五，逐礼拜五暗时，过讲是拜六，所以咱有2班拜五甲拜六因上课，因分享伫咧迄个过程领受一年的课程，这其实应该爱上2年对我说能说跟几年因完成这个学业所以袂久伊一个毕业典礼一个礼拜2天请咱弟兄们做伙来管理虽讲这是一个毕业，但是就是一个开始这是第一第二期就无写弟兄们咱就这一开就是咱特别为着这个自天的这样姊妹特别预言节其实迄算真严重败血症的现象上帝保守无伊的大人那关于就是父母的，所以特别来为预言节刚才做可能拜一特别出名拜一特别出名，咱继续预言节，以上要有地方来做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第哥罗西书3章23节，咱做伙来崇拜来。你若是好多者，就自己亲自来做，就是我才来做，不是我才人。你若有多者，就自己亲来做，就是我才做，不是我才人。咱这时三到上联，信心无法继续，信心无法继续。
头话主耶稣基督的文件，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跟正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永远远。阿门。